蠢係咪真係冇藥醫嘅呢？201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咗一場震撼學界嘅實驗，佢徹底改寫咗神經科學對習慣嘅認知。佢哋揾咗一批志願者用左手刷牙一段時間，而過咗2星期，通過大腦掃描顯示，呢啲人嘅腦容量竟然增加咗40%嘅活躍區域。更匪夷所思嘅係，當研究員問佢哋此時此刻有乜嘢感覺，所有人都表示到佢哋覺得自己之前只係用咗半個腦喺度生存緊。大家好，歡迎返到嚟大灣區謎檔案。咁一直以嚟，我哋都覺得天才同普通人嘅區別就喺先天優勢度，但真相可能只不過係佢哋比普通人更早掌握咗喚醒另一半沉睡緊嘅大腦。以 Nikola Tesla 為例，佢堅信強迫訓練自己嘅非慣用手就能夠徹底釋放大腦嘅潛能，而相信呢一種講法嘅人喺之後亦都得到咗顯著嘅兌現。譬如 NBA 嘅天選之子勒邦詹士，足球界又型又好波嘅 C 朗，佢哋通通都訓練到自己嘅非慣用手同埋非慣用腳相當協調。因此，從常人蛻變為天才，其實真係可以通過後期嘅訓練方法去提升自己。只不過呢一種非慣用手訓練嘅方法喺國內一直都冇人重視，而支持呢一種講法最權威之一就包括咗美國非常出名嘅耶魯大學。研究表明，任何普通人只要開始有意識咁堅持訓練自己隻非慣用手長達1個月，訓練者嘅大腦就會發生不可逆轉嘅進化。另外，科學仲證實咗，當你用非慣用手做嘢嘅時候，我哋個腦會進入一種叫做緊急模式嘅狀態。而針對呢種狀態，華盛頓大學神經科學家 Benjamin Philip 做咗個實驗，佢揾咗班幼優嘅志願者，每日用左手畫圖20分鐘，連續性進行10日。最終 DTI 嘅結果令人非常震驚，因為佢哋嘅辨肢體，亦即係連接左腦同右腦嘅白質纖維束，活躍度居然增加咗整整20%至40%咁多。更令人興奮嘅係，呢個變化喺停止訓練6個月後都依然存在。咁到底乜嘢叫辨肢體呢？簡單嚟講，辨肢體活躍度嘅增加就好似2G 網絡變5G 網絡，佢擁有多達2億條神經纖維，係人類大腦中最大嘅白質結構。但好奇怪，當你一直依賴慣用手生活，呢2億條神經纖維佢只有唔到一半喺度工作，而其餘多達一半嘅神經元就都喺度偷緊懶。不過，當你開始用自己隻非慣用手，呢一啲神經元就會喺72小時內瘋狂生長。咁針對呢種現象，美國史丹福大學對此情況亦都作出咗詳細嘅研究分析。佢哋表示，呢一個過程會觸發一種叫做水鞘化嘅現象。簡單嚟講，就係呢一啲神經元會幫自己包一層保護層，而佢出現嘅好處就會促使信號傳遞速度提升，就好似將你個腦嘅銅線網絡升級成光纖網絡咁，令你喺諗嘢、學嘢以及解決問題方面更加通透同更加靈活。所以令人難以置信嘅係，原來你克服非慣用手嘅笨拙同唔自然，竟然係開啟我哋另一半大腦潛能嘅必修課。最實際嘅係，佢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根本唔會對家長們造成任何嘅經濟負擔。咁點解作者會咁講？因為呢一套大腦升級法，佢簡直就係我哋筷子文化圈嘅福音。試諗下，我哋每日3餐基本都揸筷子，所以呢一項訓練係可以喺食飯時間度同時進行嘅。因此，日本名古屋大學亦都針對性咁做咗個揸筷子實驗。佢哋揾咗32個志願者，每日用非慣用手去練習揸筷子30分鐘，為期6週。而呢項睇上去簡單嘅訓練，實驗結果卻令學界眼前一亮。因為研究表明，呢啲志願者唔單止非慣用手變得靈活，最重點係佢哋嘅大腦前額葉皮層，即係負責決策同抽象思維嘅嗰個區域，活躍度竟然仲提升咗20%至60%，亦即係話用非慣用手夾餸，手部變靈活，只不過係可見收益。最值回票價嘅部分係其內部嘅大腦升級。咁訓練非慣用手到底係咪真係會令人變聰明？佢對你嘅日常生活又有咩實在嘅影響？嚟緊一定要聽完呢一組關鍵嘅研究數據。2022年，劍橋大學做過一個追蹤研究，佢哋發現用非慣用手寫字嘅人，工作記憶力的確提升咗10%至18%。研究指出，因為當你用非慣用手做嘢，大腦就必須對每一個動作保持意識，而呢一種深度編碼就會觸發海馬體產生新神經元，亦即係科學上所講嘅神經發生。
但係大家必須要注意嘅係，呢一種提升存在明顯嘅特定性。簡單嚟講，如果你訓練左手畫畫，咁你只會喺左手畫畫嘅呢一件事上面變得更好，佢唔會令你右手本身掌握熟練嘅技能變得更精湛。就好似你專心學炒菜，手勢會變得越嚟越好，但係我哋嘅大腦唔會因為咁而同樣提升刀工方面嘅技術。所以訓練非慣用手一定會令大家學習能力變得更加快，但遠遠唔會誇張到無師自通嗰種。2021年，哈佛大同耶魯大嘅聯合研究發現，嗰啲經常使用非慣用手嘅人喺面對問題時，能夠諗出有效決策嘅數量就要比普通人多出25%，而且原因好簡單，因為左腦負責邏輯，右腦負責創造力。所以當你每日都強迫兩個半球產生更密切嘅合作，你就等於訓練緊個大腦從唔同角度去睇問題。而呢個亦都解釋咗好多出名嘅名人，例如桌球界嘅奧沙利文、文藝復興時期嘅達芬奇、偉大嘅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抽象大師畢加索等等，佢哋都會好刻意咁訓練自己嘅雙手能力。所以各位家長們注意啦，佢哋唔係出世就好叻，而係強迫自己訓練左腦同右腦嘅連接，並每日刻意咁去進行鞏固。咁講咗咁多內容，又點樣去有效實行呢？對此 MIT 即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就針對性咁開發咗一套叫20分鐘法則嘅訓練方案，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喺自己手機入邊校個鬧鐘提醒一下自己。呢個訓練每日佔用我哋20分鐘，每周5日，具體係利用自己隻非慣用手去完成簡單任務，切記係簡單任務，佢唔係叫你第一日就去寫論文。我哋可以從最基礎每日必做嘅動作開始規劃訓練，例如用非慣用手去回覆手機信息、刷牙同埋食飯夾餸。堅持到第2周，你會發覺呢啲動作從刻意走向自然，基本唔再需要消耗大量嘅注意力。之後進入到第3同第4周，你就可以開始嘗試需要更多控制力去完成嘅訓練，譬如書寫同埋畫畫。我哋可以從寫自己個名，又或者畫一啲簡單嘅幾何圖形，去循序漸進咁令自己堅持落嚟。到咗第5周之後，如果你感覺呢項訓練從需要堅持變成咗樂在其中，咁就證明你嘅左右腦連接協同已經建立得相當好。而到咗嗰陣，你就可以進一步挑戰難度，例如試寫短句子，甚至用非慣用手去操作鼠標呢一類需要精細協調嘅任務。所以講到底，好多令自己變好嘅事都需要堅持，每日去克服少少，自然成效亦都會積少成多。當你深刻感受到動作緩慢、生硬，甚至煩躁不安嘅時候，請記住呢一種感覺正係你大腦神經重新接線、努力生長嘅一種最真實信號。就好似健身之後嘅肌肉酸痛感一樣，佢唔係代表受傷，而係一種變強嘅信號。不過溫馨提示，呢個係一場重塑大腦習慣嘅馬拉松，而唔係比拼速度嘅短跑。所以如果該項訓練已經打擾到你嘅正常生活，又或者挫敗感太強，咁就唔好逼自己啦。因為俗語都有講，勉強冇幸福㗎嘛。最後用非慣用手訓練嘅本質，唔係為咗令你變成雙手通用，而係為咗逼你個腦離開自動駕駛模式。因為研究表明，我哋每日90%嘅行為都係長年累月嘅習慣。譬如你用右手刷牙嘅時候，你個腦幾乎就唔會接收新信息，即係處於關閉狀態。但當你用左手刷牙，你嘅前額葉皮層就會被強制激活，所以你必須全神貫注完成呢個本來應該自動化嘅任務。而呢一種強制注意力就係大腦成長嘅燃料。愛因斯坦曾經講過，智力嘅真正標誌唔係知識，而係想象力。呢個正正就係非慣用手訓練嘅核心價值。所以實質你唔係學緊一樣新嘅技能，而係你訓練緊自己個腦，以唔同角度、唔同方式去思考問題。所以佢喺面對真正複雜嘅問題時，就會變得比普通人更加靈活，更加游刃有餘。咁好，今日先同大家傾到呢度，好多謝各位朋友嘅捧場，我哋下期再見，拜拜。